減肥總係難以堅持，唔好再俾飢餓感打敗啦。好多人減肥只係識得計卡路里，瘋狂做運動跑步，但你知唔知道，決定你係咪易瘦體質嘅關鍵，其實係腸道入面嘅 GLP-1 瘦素信號。坊間好多普通益生菌，食完可能只係幫到排便，對控糖減脂好似冇乜料到。即刻睇下 S-Cell 研發嘅標靶性益生菌，唔使挨餓，唔使打針，由根源啟動天然 GLP-1，佢有3合1合生元標靶運作。益生元係好菌嘅最強後勤，精選益生菌即時補充好菌軍團。最犀利係內含 Cobium 專利後生元，直接跳過繁複轉化，直達腸道精準標靶，強效激活天然 GLP-1，向大腦發出飽足感信號，穩定血糖，拒絕餐後式斷奶式眼困，仲幫你修復腸漏症，阻斷發炎性肥胖。呢個係我自己使用嘅體驗分享，透過益生菌科學調節，幫我健康體重管理，全面提升免疫力，成個腸道微生態平衡晒，消化超順暢啦！唔好再盲目食普通益生菌啦，而家上 S-Cell.HK 購買，輸入優惠碼即享9折優惠，快啲去入手啦！